今日嚟睇紅隧一品嘅110方嘅大三房。嗱，呢度係南向嘅，可以望晒成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嘅。後邊仲可以望到啲山景。呢度咧就係3棟嘅18樓。呢度地處宣文東路，好似天魔啊、天逸會啊、富日城啊呢啲配套咧，就2支歌仔就過到去啦。高鐵中山站都係喺翻隔離嘅，同樣都係2支歌仔嘅時間，而且隔離仲有埋呢個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翻香港都非常之方便。呢個廚房真係勁大啊，畢竟佢係110方做3房。大三房咁樣嘅設計，交付標準都幾高下嘅，美的嘅風管機，同埋呢個大環廳咧，足足有去到6.4米啊！如果封埋窗嘅話，有43平方米，面積段都非常之廣嘅，93平方米到230平方米。屋苑嘅定位咧，佢係中高端嘅，所以見到咧下層式會所咧有埋啦健身房啦、瑜伽室啦，包括呢個泳池。喺到最後咧報埋個價錢啫，最平嗰啲咧就13000幾嘅單價，咁樣嘅地段，咁樣嘅品質，交唔交到貨咧？平同佢傾下。